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30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高雄有一台蓝马控因为伤过悬，无看到骑电动自行车的阿伯，出来甲搞死。另外，有计程车因为视线死角，险险弄到10个囡仔。吴欣盈要做国民党的副手出来选副总统，也防执期敢有放弃美国国籍。外交部已经请驻外管处查证录。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自到过往食到100岁，在生要推动中美建交，而且也摕到诺贝尔和平奖。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自到过往食到100岁，伫个冷战时期呢，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策划者。那推动美中关系正常化，也规划着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真侪世界性的事件，伊拢有参与有着。也那伫个1973年，也摕到诺贝尔和平奖。季辛格被叫做是美国外交教父。1969年开始，历任的共和党籍的尼克森和福特两条总统的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权威和影响力是无人通比。伊拍拼消透美苏冷战的紧张关系，促成两国限制武器比赛，嘛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联中制苏。1973年，伊和北约的代表雷德秀是透过巴黎和谈，达成终结越战的巴黎停火协议，而且和雷德秀做伙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但这是诺贝尔史上上受到争议的和平奖，因为季辛格甲越战战线扩大到隔壁国，美军秘密地毯式的去bomb柬埔寨，造成15万人无命。雷德秀拒绝受奖，诺贝尔委员会两成员辞职。季辛格在作风现实个无情，为着美国的利益对抗共产极权，甘愿支持智利和阿根廷的军事政变，推翻左派的民选政府。另外，放任印尼1975年用屠杀的方式入侵东帝汶，而且对巴基斯坦1971年孟加拉独立战争期间的屠杀行为规个极点点，互人权团体甲伊当作是战争罪犯。季辛格在1977年离开公职，经营子孙顾问业，靠和中国的关系变好业，嘛继续受到每一届政府的动用。伊去年拄过100岁生日，阁继续出新册，参议北韩核武威胁的听证会，阁伫今年7月飞去中国访问。11月29，伊伫康乃狄克州的厝内过身，人生落台。家属会伫纽约替伊来举行追悼会。公司新闻社会中编译。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伫29岁，伊是美中台关系的关键人物，推动美中伫个1979年建交和台湾断交。基辛格一世人去过中国几落百届，却拢毋捌来到台湾。学者认为，讲目前这美国中国是长期竞争的状态，双方的关系是跋倒登到基辛格的时代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过身，享享受100岁，但外交部表示会派人向家属致意。也希望他的家人和友人节哀。另外，我们也会请驻纽约办事处向他的家人致意。伊是美中台关系关键人物。今年5月受访时指出，美中之间因为台海议题提悬紧张情势，互世界伫个非常危险的时期，也形容台湾问题是无解问题，表示除了交互时间，无其他办法。From that point of view, it's very dangerous. It could evolve into a general war between two high-tech countries. That's something that requires urgent attention. 今回20世纪上有影响力甲政治外交官之一，一手推动美国转向北京。1971年时阵2摆秘密访问中国，甲迄时阵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协商，承诺美国未支持台湾独立，两个中国或者是一中一台。佮为1972年尼克森总统访问中国铺路，伫幕后传染引线，互美中伫1979年建交，甲台湾断交，促成美中伫冷战时期正做战略性的反苏联联名。Opened relations, but that it started a process which has lasted and grown, and it's culminating still through 8 American presidents and 4 generations of Chinese leaders. 基辛格访问中国过200摆，选捌到过台湾。韩国前副总统卢秀莲捌讲，1995年伫纽约当面问过伊，是毋是有兴趣访问台湾。伊迄时阵开出3条件：若来台湾无去伤害甲中国友谊，无代表支持台湾，专程会用心观察甲听，未发表意见。等美国了后，才会发表感想，只是拢毋捌来过。
其实，在基辛格去世前几年，美中的这个摩擦冲突已经开始出现了。这是因为整个大环境改变，这样。那么，所以基辛格去世也不会，就是说让整个大环境就继续再往前推。学者认为基辛格有伊历史定位，目前美中两强是伫长期竞争的状态，双方关系应该无法度搁登去到基辛格的时代。记者综合报道。新上任的这日本驻台代表片山和子今去拜会立法院长游锡堃，也有行政院长陈建仁。今年63岁的片山和子，捌去过中国、美国、比利时、马来西亚食头路，也捌做过秘鲁大使。来到台湾有5届，这届派驻台湾拄好当着明年台湾特别大选。片山和子表示讲，会当看到台湾民主化的进程。那咱的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表示，台湾的目标是要加入 CPTPP， 争取片山和子的支持。互相送礼物等现代志好交情，新上任日本驻台代表片山和子30拜会行政院长陈建仁，用真正的中文挨杀字，佮提出35年前留学美国读册，以台湾民主化为题写的硕士论文。63岁片山和子伫日本外务省工作40多年，捌去美国、中国、比利时、马来西亚工作，也捌做过秘鲁大使。过去5摆来台湾出场旅游，而顶一摆访问台湾已经是2006年，这摆派驻台湾多是明年总统立委大选。伊表示将现婚应见证台湾民主化进程。非常荣幸能有机会亲眼看到台湾民主化的进展，还有台湾35多年的民主化的一个结果。伊表示，台日合作已经正做新的循环，目标要增进日台农渔产品的交流，互关系更较进一步。陈建仁指出，今年日本来台人数排名外国旅客人数第2，国真常爱旅游的国家就是日本。尤其台湾扮演国际产业链重要角色，目标是加入 CPTPP 需要日本的支持。片山代表曾经担任秘鲁的大使，日本与秘鲁都是 CPTPP 的重要成员，我们也很期望我们的片山代表能够就我国加入 CPTPP 给予全力的支持和协助。伊也去立法院拜会立法院长游锡堃，佮对台湾的国会制度真有兴趣。日台协会文化部身躯代表交接影片，专赴台交接后片山和子，就任了后3大使命就是确保在台日本人甲日本旅客安全，甲台湾人加交流，学台湾的社会甲文化，增加对台理解。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的美道路行中道发生一桩死亡车祸，一台南仔矿要照弯的时阵，无照规定驶向外车道，而且这车头伤过悬，无看到下骹的过路人，就去弄到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阿伯，这个阿伯是当场轰搞死。另外，伫高雄的南仔坑帝君路的路口，昨暗头仔有老师带10多名学生要过车路，却因为这个计程车有视线死角，险险甲遮的人拢弄着。后日被车顶了后，红色南仔空车正发入去巷仔，直接弄到车边骑电动自行车的老大人，老大人当场无生命现象。预拌混凝土车转弯未依规定，那双方酒测值为0。详细肇事责任分析由交大这个鉴定当中。代志发生伫30中道高雄三民区美道路口，南仔空车除了无依道路交通规则，先驶到外边车道，佫驶翻车头伤悬，也造成视线不良出代志。同款伫高雄到尾仔嘛，一位老师带10几名学生伫南仔溪帝郡甲秀郡路T D路口过大路的时，差一点毫无注意到视线死角客电车弄到。附近车辆起喇叭示警，客电车加速声才拢停落来。客电车疑似互已经停等的乌车挡到视线，无注意停让，险险啊出代志。如果没有明按喇叭，就撞上去了。对，这边事故率也蛮高的啊。这边有公园嘛，时常推孩子过来，我们希望能够安全一点。等到现场，这个 T D 路口边啊，就是公园附近，也有加强缺少，加真侪补习班。另有学生也是居民过大路，虽然车道有违万字提醒减速，因过因为路口无号志灯，车速拢无减慢，一旦行人出现伫车辆视线死角，恐惊闪避附近危险。
交通局已经设置了相关的标志标线，来提醒用路人临近路口的时候做减速，以维护行人安全。交通局表示，会邀请相关单位会勘，研究监视正式后置。警方也提醒用路人应该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以免发生交通事故。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彰化新港的丰裕资源公司，目前正咧进行分化路手办工程。昨昏早起呢，包厢伫咧按吊车手过的时阵，所发生意外落来，喊到一个55岁工人，当场是无喘过心跳，送病院也是救无回来。检事认定讲，这厂商无照一个标准停书来施工，要求因随停工，上悬会当罚到30万。救护车赶紧开入厂区，这10人倒伫涂骹袂振动，其他工人为伊咧做 CPR， 救护人员马上接手抢救。在将滨产业园区的丰裕资源公司，自到早起8点左右，包厢咧安装吊车的时阵，发生落去意外，当场弄到55岁姓何的工人，直接无喘气心跳。我们接手评估就是没有生命迹象，右侧胸腹那边有擦挫伤。我们接手开始 CPR 一样实施 CPR 加 AED， 就上颈圈长背板。然后就近送往彰滨秀传。交通部职安署表示，这工案意外是因为安装时阵无照标准操作定数，已经命令丰裕资源公司停工，各照职安法罚3到30万。吊挂的时候，下方都不能有人嘛，要做区隔嘛。他的腹壁断掉，就压到人。这何工人送去彰滨秀传病院急救，经过检伤发现，除了这病现较密切伤，腹肚腰内出血，骨盆加这较大腿骨折，已经救袂回来。病人送来急诊的时候已经没有呼吸心跳，那我们发现是他腹腔内有出血，那后腹腔也有出血的情况，那怀疑骨盆有骨折，右大腿可能有变形也有骨折的情况，虽然抢救还是依然无效。吊车医院停伫丰裕厂区，由于救护所线咧进行的分化路抢办工程已经停工。职安署表示，专案医生将化地检署经办调查，什么时阵复工是无时间表。记者综合报道。提升台铁行车安全，台铁局呢推动司机员违规记点的制度。那准是装过红灯、过站无停或者是超速，拢会放记点。那准记满7点呢，就袂当搁再做司机员。这个制度对10月初3施行到今，已经有4名司机员放记点。台铁司机员担负所有乘客安全的重大责任。为着强化司机员管理，台铁局参考交通部违规记点制度，若司机员违规放记点，用累计制。经验了解，若是停车位置不当，无顾记载成无记1点；若过站无停，也是列车排尾记2点，严重1点啊。若超速，也是弄到指冲动，会放记3点。只要记满7点，就永远袂当塞车。真正要累积满7点的几率，真的不容易的。那当然，这个不容易的情况下，我们为了安全，我们不能有任何的打折，所以说在这个7点呢是用累计制。是不是可以有这个司机员去救济的这个可能性？因为如果司机员这边主张他是这个设备或是硬体设施或者台铁自己的制度问题的时候，他就不应该完全的归责在这个司机身上。台铁3讲认为，台铁局爱说明清楚，司机员伫倒一款的状况之下，无应该放救济。伫司机员所放记点，这项记点制为10月初3上路以来，有4位司机员因为停车位置不当放记点。记点制是从现在暗暝消息，专家认为要提升行车安全，袂当只靠司机员记点制，是爱同步检讨。我们的硬体设施是不是原来就存在的瑕疵？这都不是乘务员记点能够解决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更通盘的、更全面性的来看待整个台铁的安全问题。台铁局表示，目前司机员拢是公务人员，记7点袂放开除，也毋过会放转调检修，也是行政工作。也毋过未来公司化改做招募，亏是明定司机员，咁是安尼无法度塞车，失去头路，也爱研疑。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联合病院有超过300名医生，对6月开始拢收到恐吓的电子批，内面有一张含女性真亲密的相片，是要利用这款的手法来甲医生威胁讨钱。着人去报案了后，发现讲这相片的人面拢是用软体去改的，假配 IP 也是对香港来，无排除是中国有集团伫咧甲人恐吓骗钱。倒手抱一个查某，无穿衫倒伫面床，未招医师方点名，就是画面男主角要求一手交钱，一手换档案。其实这段影像经过合成画面，
无阿中亚钱秘伫对话法案。该画面系流传于大陆地区的影音的截图，那已在大陆用于恐吓官员案件。这次套用到恐吓台湾医生所使用之电子邮件注册于大陆、香港地区。共一张相片，一度多用透过外面假造虚拟相片，发恐吓批卡邮超过300回。8市联谊医师拢收到这款的邮件，伊方讲无人受骗，警方无排除中国集团性犯罪，会锁定伊个下手，因为医师的相片联络信箱，立即便伊官网资讯拢查会到。未少医学系教授也捌受过这类的恐吓批，因为剪辑真粗，真简单就会互看破。也毋过科技发展真紧，轻轨技术出来，使用 AI 犯罪出现成长的趋势。那深伪的技术的确是有被用在许多犯罪方式，那目的就是散布假讯息，那借由这些公众人物的影响力或知名度，那去加深这些讯息的可信度。贴上去的脸有一点点闪烁的状况。拄到即时时事，面前的手画面会湿，洗头了后，变面就判讲，若是落后的造假影像，靠你目睭的频率、面部的表情、讲话停顿点，用目睭找真假也毋是无可能。也毋过科技日渐翻新，这项技术只会愈来愈进步，都惊将来真假真歹分辨。这一年的 AI 技术其实进步很多了，所以相比于过去来讲，其实确实变得困难很多。那未来一定会更加精进，所以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困难。Deepfake 技术是一支双面刀，专家提醒，发展新科技的同时，也要完善法规、升级辨别技术，唔通让 AI 变做犯罪的万能锁匙。记者综合报道。订饭店房间的平台，搁再传出问题。这月初本地带一暗爱7、8千块的台北君悦饭店，煞变做是2、3千。真侪民众就讲，这饼俗价去落订，煞有民众逼出讲，互这订单呢，互这饭店来取消去啊。消保处表示讲，若准是这业者和消费者的契约有成立，业者就要照拼照行。消费者的权益若准受损，会当向各县市的消保官提出申诉。电访网站11月初出现介绍写唔对的 bug， 台北君悦饭店1暝8千的房间变做干那3000外块。原本饭店讲已经订的就全部拢准算，但是最近却发现讲君悦干那是反悔啊，有网友的订单忽然间互取消。中午出来回复的同时，他有给予承诺说，就是已经订的订单会给予消费者使用。然后我大概过2、3天左右吧，我自己有一笔订单被取消，那时候补了10块美金的Agoda的代金。后来有询问那个君悦的公关，因为这个东西是在Agoda上面预定的，所以必须得符合Agoda所有的条款下去做使用这样。然后我听的感觉就是跟先前说会让消费者使用的那种态度已经不一样。事实上，介绍出现 bug 的代志是常常发生。亲像今年4月17，专日空是出现大量的 bug 票，网友发现了后，较紧拢去抢票。专日空原本嘛讲订的拢有准算，但是后壁是取消所有的行程，甲钱拢退互订的人。路途航空顶个月20嘛，甲台票写唔对，写作一票，大约是卖出750几张机票。系统后壁是完成修正，但已经卖出去的票，因讲拢会当使用。另外，高雄的生意，也是台南的精英这饭店，最近嘛拢有出现房间介绍的 bug， 业者第一时间宣布认赔。消保处讲过去定接到这种申诉，那业者和消费者的契约成立，业者都有义务来履行。有不履约情况，那就是一个债务的不履行。那按照我们民法或消保法相关的规定，那我们这个消费者就有权去要求我们的业者要切实履行契约。那不履行的话，就有后续相关损害赔偿的这个法律问题了。君悦酒店嘛发声明讲，经过调查，这个问题是因为系统技术的问题，造成伫第三方平台的房间介绍和君悦酒店有争差。代志发生了后，随和相关平台来联络，而且根据第三方平台取消政策和条款，对出现错误的介绍来进行调整。因讲目前当地和第三方平台Agoda和相关政府部门在做沟通，要做伙找出解决的方案。记者综合报道。亚洲棒球锦标赛12月初3要伫咧台北大巨蛋拍开幕比赛，最后一批1000张的外野门票行中昼开始卖，一声就卖了了啊！到目前为止呢，台北市警方也抓到53名票贩仔，他家伫咧卖。
另外，进前也有讲到这投手区关价感的问题，棒球协会表示，明仔载统一赛的场务人员会去协助改善。双棒队闭门测试有比赛开放13000观众一场，亚锦赛国手进场练习。台北大巨蛋的第一摆正式比赛，就伫12月7日台韩开幕战，最后一摆加开剩的1000张门票，30中昼开始卖，一时啊都卖掉了。大家都知道这几天票房啊，我想是大巨蛋的魅力啊，不是因为亚锦赛的魅力啊，是大锦赛的魅力。台湾联办6届亚锦赛门票无真是抢过，林宗宪讲，大巨蛋绝对是主要原因，暗过强调，徛伫棒协角度，希望400人全开，暗过远向是处主，有相关安全的考虑，免一时啊开放伤济。这2礼拜外，真侪投手反映的投手区落差问题，初一会来改善。投手往前的那个坡度是很 OK， 是往后的那个坡度是稍微陡一点点，所以呢，在捕手在转身要牵制的时候是有一点风险。我们这些紧急的作业就是，我们从台南统一调我们的阿达赛博阿达师傅，他会上来台北因为那段不是很难处理，要专业处理。且统一赛的政府人员来协助改善投手区后边的斜度，选手反映真空草布甲红土落差有点大，这几天也开始点一寡红土。林宗宪讲，开幕战进前拢会处理好。民众若是真是想要看大巨蛋，除了台湾队其他国家也有比赛，落下专票只要200块，随时来弄票。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美军有一台伫日本的 CV-2G 运输机，昨下晡盖上是严禁导火，规台无人机就跋入去鹿儿岛南边外海，已经有1个人死亡。日本政府也要求美国呢，伫咧确保安全进程暂停飞行。日本海上保安厅的搜救船伫美军 CV-2G 鱼鹰运输机坠落的五九岛外海进行搜寻。根据日本 NHK 报道。这架运输机29下昼为山口县岩国基地飞往沖縄加州纳基地的途中，突然伫雷达失去踪影。看到人指出，飞行机的倒柄엔진冲出火，想要逼降附近机场的时阵坠落海面。事发迄当时天气甲风速拢正常。政府としては被害状況の確認を行うとともに、人命の救助を最優先に当たる考えであります。海上保安厅搜救队伫现场发现救生艇，搜救人员登艇架查看了后，研判是来自鱼鹰运输机，同时也伫附近海域找到疑似是运输机的残骸。海上保安厅指出，伫事故地点发现一名失去意识的机组员，送医了后宣告死亡。美军2018年伫东京环电基地部署6架 CV-2D 鱼鹰运输机，2016年美军另外一款的鱼鹰机 MV-DD 捌伫沖縄发生事故，所迫降毁损。迄当时并无造成人员伤亡，也毋过已经引起民怨。而到事故发生了后，各传出电话要求全面停止鱼鹰機飛行的聲音。合わせて米軍に対して事故の状況に関する事実関係の確認。これを求めてまいりたいと思います。根据法新社报道，由美国贝尔公司甲波音公司联合设计制造的鱼鹰机，为2000年开始就陆续传出飞安事故。上新一件坠机事件发生伫2023年8月，澳洲达尔文北部，造成3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殉职。公司新闻刘淑芬编译。今年是韩美同盟70年，南韩民众却对美国协防失去信心，也因为这北韩的军事武器技术提升。上届新的调查显示，约到8成的民众认为，南韩应该要有核武来预防北韩的攻击。面对着这美国一直咧催南北韩就要恢复对话，北韩也批评美国的态度是两种标准，强调袂和美国谈论主权的问题。北韩2次宣布第3摆发射侦察卫星，引起4个国家惊觉。加上北韩今年定发射飞弹，南韩民众开始对美国防御承诺失去信心。路透社报道，上新民调有7个8成民众支持南韩有核武，也是敦促华府中心部署战术核武。 북한의 마지막 비대칭 전력은 당연히 핵무기입니다. 그렇기 때문에 우리가 핵무기까지 보유를 하게 된다면은 논리상으로는 북한이 더 이상 그
견줄 수 없는 유리한 고지를 선점할 수 있다고 생각을 합니다. 그렇기 때문에 안전함을 느낄 수 있을 것 같습니다. 韩美同盟已经建立70年，目前驻韩美军兵力超过28000人。今年4月，韩美领导人伫华府会面，能够达成重要协议协议。美国答应定期部署朝鲜半岛战略主产，强化防御核武能力。南韩同意继续遵守核不扩散条约。也毋过随着北韩武器技术提升，美国国内政治激化加重，南韩百姓依然感觉不安。 바이든 대통령이 한국에 지금 아무리 강력한 안보 약속을 한다 하더라도 만약에 미국 차기 대통령이 고립지 그리고 미국 우선주의 정책을 이제 지향하는 그런 인물이 된다면은 그 지금 바이든 대통령의 약속은 하루아침에 휘장이 될 수도 있습니다.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小妹金宇正，就伫拜一，美国甲北韩驻联合国大使发生罕见公开争执，批评美国是小明人。根据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报道，金宇正表示，美国核战舰部署伫朝鲜半岛，专管对北韩发射侦察卫星，北韩绝对袂甲美国单破主权。公司新闻刘万编译。 这几天，冷气团来到美国的东北部附近5大湖区的克利夫兰水库城顶城市，拢伫咧落大雪。有一寡所在呢，雪是积到1公尺悬，也因为落雪看袂清楚，致使有真侪交通意外。连学校也受到这落大雪影响，无得去上课。 美国东北部强烈冷气团来袭，附近5大湖的纽约州伊利郡落大雪，民众赶紧吐掉路边的积雪，爱赛车上路的民众强要掠光。It was a little crazy. A foot of snow in the road for about 8 miles, and slick when it was plowed. Yeah, it's going to get worse. 受到大雾效应的影响，包括纽约州、宾州、俄亥俄州甲马里兰州的部分地区，这几天全拢大伫暴风雪中。部分地区积雪达到1公尺深，真侪学校因为今摆天气被迫停课，加上能见度下降，造成交通事故常常传出。伫俄亥俄州的州际公路，都有达到23台车发生连环车祸。那住伫伊利郡的居民，虽然对落雪已经惯习啊，犹原爱做好万全的准备。Make sure you got good snow tires on and wipers and scrapers and good tires and clothes and stuff in the car in case there's emergency. 美国北部这波入冬以来第一波暴风雪，主要集中伫5大湖顺风区，受到冷空气直接地来影响。波士顿拜三气温降到摄氏-3度，纽约市的气温也降到摄氏0度。公司新闻在回应编译。 来看这选战的新闻，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今出席经济论坛，强调若准当选，经济成长率平均伫咧3.5%以上。企业界也呼吁着要延长加班时数，开放外籍移工到观光业做基本的摒扫和服务的工作。不过，这赖清德说是无甲话讲白。 那国民党的校友其实认为，劳工薪水赶袂付钱变薄，基本工资也无达到目标，政府爱呼呼啊思考。另外，外交部要查这民众党副总统参选人吴欣盈敢有美国籍？郭文德是认为讲这政府是真实质，吴欣盈已经做立委1年多，即马才要查。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参加9大工商团体共同举办的论坛，讲经济政策也明确定出目标。那当选总统，经济成长率平均未比3.5%较低。不过国内欠工问题严重，企业界呼吁延长加班时间，也希望应开放外籍移工到观光业做基层清洁甲服务工作。希望赖清德重视欠工条。在聘请外籍移工解决我们人力荒的时候，我们也要特别留意到。 台湾本籍劳工他们的薪资还有他们的权益。赖清德承诺未来若做总统会主持经济发展会议，邀请企业界、劳动界共同参详经济发展议题。针对两化投资也表示，那中国对顶尊严门永远拢是开的。国民党校友因为欠工议题搁抢中央。 批评赖清德将欠工归因是民主社会有多元就业环境，劳工伫民进党心内不是上哪一地。现在劳工朋友。 薪水赶不上通货膨胀，生活非常的困苦，基本工资也没达到既有的目标，政府要好好的去重新思考，好好挺劳工。
民进党国会等高雄新竹扫街对副手吴成行被指其有美国国籍，中选会支持已经函请外交部协助查证，外交部也伫第一时间转请驻外管处协助查证。不过国会证会即马才查是政府失职。国籍法里面，你的要当立法委员，不是要不得有双重国籍啊？他都已经当超过1年了，他现在才在查，那是这个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完全失职来着，我这。吴成行这边称讲已经放弃美国籍。根据了解，伊伫国会竞选总部参加午前会议时阵表示，家己绝对无想定国籍。今年以前都因为私人因素放弃美国籍，这部分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大选要到，也传出中国招待台湾的里长去到中国观光，或者是国台办批评民进党乱消费行为。不过中国确实唔承认讲有介入台湾的选举。刘委会主委邱泰山今仔日就破白讲，中国若准无介入选举，这就唔是中国啊。连声明书亦是中华华南协会成员郑志成进前受国台办邀请，招团到中国旅游，互检方认为涉嫌违反反信托法顶罪团犯，公布了后出面强调家己的清白。你要用选举罢免法来起诉我吗？你那证据不足啊！我又没有特地的要去针对哪个候选人或者哪个政党去支持做这样子的表态。接待者都是所谓中共的地方台办或者是统战的部门，那这个当然不言而喻，应该都是跟选举有关吧。特别是他们已经表明了他们期待所谓的正确的选择。不过，刘委会主委邱泰山认为，这态度是中国是要影响台湾选民的手段之一。佢表示，中共若是无介入选举，都唔是中共。伊也佮向北京发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共同的责任。Beijing should assume the role of responsible power. It should stop intimidating and coercing Taiwan. We can progressively eliminate the spiraling hostility. This is a highly insecure, not secure and confident leader. The regime sees demons and enemies everywhere. 参加学者分析，习近平导览大权，政权无稳定，也互中国经济发展受阻。这是《纽约时报》专访总统传闻也指出，中国内部面临经济、财政甲政治难题，目前无甲可能还台。Overwhelmed by its internal challenges. My thought is that perhaps this is not a time for them to consider a major invasion of Taiwan. 蔡总统指出，伫 APEC 拜习会上，习近平已用答案，去了解两岸和平是国际社会共识。不过也同时强调，台湾人民依然努力强化防卫韧性。记者综合报道。无党籍立委苏振清因为所国经营权讨后社事件，获台北地方法院判刑10年，限制出境出海到明年5月。一届立委选举由后生苏明顺出来选，昨昏苏振清去到小琉球替后生造势，也因为坐船出海，互民众检举违反限制出海规定。无党籍立委苏振清被告去小琉球，甲带回出境的后生苏明顺同齐造势有关选情。不过苏振清因为所国经营权讨钱恐吓案，互台北地院判刑10年，限制出境出海到明年5月。即马坐船去小琉球，互人检举违反限制出海规定。琉球乡是屏东县第2选区，就是我的立委选区嘛。我去那边服务也是天经地义，我又不是出境。或是出海要到别的国家。苏振清不服检举宣布，小琉球是离岛，佮属于伊的选区范围，认为限制无合理。不过律师表示，限制出海规定其实就包括台湾各离岛。限制出海，其实白话文就是你不能搭船到任何离岛，好，包含小琉球、包含绿岛、包含兰屿、金门、马祖都不行。合议庭将审酌针对被告苏振清此次违反出海规定，是否做进一步的处理？高等法院协报审议了后，下伫12月7日，传唤苏振清到案说明。法官学者认为，若司法单位认定限制出海包括离岛，就应该思考监视将名单提供给国内港口的必要，以免产生抗衡。如果说他针对的所谓的出海部分是针对国内的各离岛的话，应该侦查机关还是必须将这一份资料通报给各个港口，才有办法做一个管制啊。但
但是目前实务上应该都没有通知才对。律师认为，多数国家口拢接到名单，杂七需要大量订立，无简单执行，恐惊会是相关司法单位爱面临的两难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同检访活动，台中警方今年9月伫桃园杨梅掠到毒品工厂，这个人放过秋田，也搁再掠到5名嫌犯，而且查到3级毒品喵喵原料半成品，也有成品，总共216公斤。这个物件会当做50万包的毒咖啡包，加在是部走向市面。另外，桃园机场也掠到一个泰国人，伊利用观光名义炸毒品海洛因入境，总共有13公斤。这毒品呢，市面价值爱上亿。维安特勤队也前为透天厝头前进入厝内，后面也有环境包围，也将原本想要逃走的嫌犯掠到，因全部拢是即间做毒工厂的人员。开始工，好。警方入去到透天厝内底，充满化学药剂气味，现场中超出大批做毒的器具，也有原料成品甲半成品216公斤。检警登记收证，将后这做毒工厂藏伫桃园杨梅这透天厝内底，共有做过化学老师细量的主嫌，加做俗称喵喵第3级毒品。这种喵喵毒品，它就是掺杂在我们现在市面上的新兴毒品咖啡包里面。那每包大约0.4公克，它就可以做成毒品咖啡包。警方表示，这毒品刺激上药，大部分是掺伫毒咖啡包内底，初估应制作50万包，好加在无流入市面，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上班。另外，伫桃园机场，警方查到外籍人士用观光名义来台，实际上说是运送毒品。破获贩毒集团利用外籍人士以托运行李加长方式，自泰国走私低级毒品海洛因，毛重13.589公斤来台。本次走私之毒品市值初估破1亿元。警方表示，想要炸毒品入境的是一个泰国籍查甫人，贩毒集团利用伊捌来台工作，要求参加旅行团来运动，高约定代志成功了后会予伊钱。经过地检署侦办了后，也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提起公诉。记者综合报道。槟榔外口包的迄张叶啊，就是老叶，是屏东县主要的农产品之一。伫咧屏东呢，就业者研发老叶烟肠，所互人罚款，是因为研究报告指出，这老叶将有可能影响到查甫人生育功能，依法是袂当使用的食材。卫生局才会依照违反食安法，该罚6万块。烟肠放伫店内底煎，香味真吓人，袂少人食介意食。屏东业者研发老叶烟肠，将烟肠切开，内底切屑就是老叶。屏东县卫生局算以违反食安法，罚款6万块。原来是因为老叶是袂当使用食材，业者表示讲，明明老叶是摕来包槟榔，是安怎入菜就违法，伊无法度接受。这我知道，我们就不要去做了啊。是，我们也不用去推广了。了解。这样子会触法。是老叶还是艾草，还是我们传统的这个月桃叶哈，都是属于地方创生很重要的一个产业，都具代表当然民俗的历史背景了哈。另外，马替业者讲话，表示这位互人罚款业者本地就是种老叶，为着产业转型，才研发老叶烟肠。屏东县卫生局回应讲，因为老叶并无安全认证，伫农业部研究中，可能会影响到查甫人精子，规定是袂当食。农业部农研所有针对这个老叶去做过研究，那目前它的比较安全堪虑的部分是会对男性的精虫会有影响。截至目前的报告是这样。卫生局指出，甲老叶同款，拢是非传统性食品原料，佮有夏草做成草粿。另外，月桃叶啊嘛用来包装，不过因为因毋是直接食，安尼就无问题。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日本时代由科托医师所创立的中华鹿港中原病院，是一档结合着这清朝时代和日本时代建筑工法的建筑物。因为年久月深啊，这建筑物有淡薄仔损害。科托医师的孙，也就是厝主柯正恒先生，去年有争取到文化部的补助，到今已经修复完成啊。未来会规划做展览区，或者是文物典藏，要让更较侪人认捌到这间有历史的病院。
全台湾头一代的钢琴，到1923年委托鹿港艺术家郭新林参王淑萍合作的壁画，这受100年历史的鹿港中原病院，因为年久月深，建筑物有袂少损害。经过专业团队的修复，重现早年的珍贵文物。影线法的方式去做全摄，那这影线法的话，它是非常注重非常细的线，你可以看到是用非常密集的垂直线去细细的排列出来。在这边可以看到说，它不管是衣褶的上面的纹饰，或者是它的人物的整个形态、神情，都是已经算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画作了。这栋清代结合日本时代建筑工法的旧厝，在1905年由人叫柯德森的医师伫遮成立中原病院，嘛是柯家一家伙仔生活所在。第3代厝主柯正元医师，2019年开始第1阶段的修复，2020年申请到文化部2000多万的补助，加起出500多万，用年外的时间完成规栋老瓦厝的修复工程。看到这间厝经过700年吼，一寡物件吼漏水咯，有白遐咯，个风台时会破坏，感觉就心内足艰苦咧，所以想讲要找一个方法来修理。当初要开始做装修的时候，有先甲厝内底所有的物件拢搬去一个仓库，找着足侪古早700年前的吼，就是讲碰见的物件，拢搁找出来。柯正元表示，未来会甲中原病院规划成展览空间，展出当初阿公所使用的医疗器材，和爸爸柯宗德摄影师伫1950年到1960年代翕的相片，希望民众会当伫100年旧厝内底感受英国的历史风华。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今日暗时呢，伫台北有一场正特别的音乐会，表演者是一阵自闭症的音乐家，合作非常音乐家乐团。自闭症基金会希望透过音乐会，让大家看到因的才调。基金会也表示，真侪自闭症患者拢有真好能力，只是大众看无到，致使因较无机会入去工课场所。我们来到小小的山田，有雨淅淅浓浓的闪电。民歌手施孝荣经典歌曲《拜访春天》，替伊伴奏的是自闭症音乐家组成的非常音乐家乐团。这已经是第8届施孝荣参自闭症基金会合作演出。在语言或者其他的表达上面似乎有他们一些独到的方式，但是在音乐方面的能力他们那个专注度，还有那个整个的对音乐的敏锐性那个其实是我们这些人没有办法达到的。我是个早产儿，也是个星儿，但是我没有任何情绪上的问题，我只不过是太专心在音乐领域上的学习，而疏于拓展周遭的人际关系。这个乐团的创办人董文平是2个身心障碍者的妈妈，伊本身也是气管癌第4期的患者，伊望用人生上尾的时间创办这个乐团，和自闭症朋友通互相扶持。他们根本不太懂得如何与人际互动。那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帮他们找舞台，其实他们要找到就业的机会是蛮难的。自闭症基金会表示，自闭症患者面临侪就业困难，劳动参与比率长期以来拢较低，亲像今年只有27.04%。基金会这几年来呢，一直致力于提供各样的机会，来给这些孩子来展现他们无论是音乐或者是美术上的天赋。这摆音乐会票拢卖了了，基金会讲，真侪自闭症朋友拢有真好的能力，只是欠缺舞台。基金会望社会通看到因的能力，让因有更加侪机会通家己伫社会徛起。记者龚兆水台北报道。国家人权博物馆主办的人权艺术生活节12月要起鼓了，其中有一出亲子剧来自清水囡仔，是由3欠一剧团演出的，改编自同名的红仔册，讲的是白色恐怖受难者蔡坤林的故事。剧团要用册加思想自由的连结，带大家了解到人权的议题。他读了一本又一本的书，每翻开一本书就好像去到了新的世界。阿林是一个爱看册囡仔，自细汉就进入册的世界。演员界红仔就是以白色恐怖受难者蔡坤林的形象呈现的。3缺一剧团当地排练的这出亲子剧来自清水的囡仔，是改编自同名的红仔册，册内画的就是蔡坤林的一生。
剧团要对册甲思想自由的连结，来带大家转回思考人权议题。不管他是经历过了战争还是入狱，他始终都还是那个爱读书的小孩。对我来讲，读书其实在背后象征的其实是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这边是自由的啊，这边是无限的。所以当我们在强调蔡前辈跟书本的关系的时候，其实也是在鼓励大家可以去拥有自己的世界。蔡坤林因为高中捌参加过读册会全家10档，出家了后创办《王子》杂志，嘛捌出版全台湾第一套百科全书，要互囡仔看到无同款的世界。蔡坤林伫今年过身，食到93岁，伊的一生甲册有正深的缘分。这个亲子剧想要互大家看到蔡坤林面对坎坷的时积极的态度，嘛毋忘甲伊的故事继续传落去。讲起来拢是一家伙仔人，啊，咱家己厝内的代志拢无啥知影安尼，所以就希望大家嘛会使听煞这个故事了，佮甲别人讲。我嘛捌听过一个讲法是讲，人会死2摆嘛，一摆是灵魂离开的时阵，啊，再厝就是你伫别人的记忆当中消失的时，所以希望会当故事会当继续传落去。来自清水的囡仔这出亲子剧，拍算伫后个月的人权艺术生活节活动期间演出。这届的艺术节除了戏剧表演，佮有音乐会、摄影展等等，要透过多元的形式来互民众了解无同款的人权议题。记者卢尚如、曾俊佑新北报道。生命的消息，不过文字的水会当继续流传落去。已经过身的作家陈飞是台湾早期正罕见的女性专栏作家，伊唔那写家己，也关心国家社会，文字阁正笑开。中正大学台文所特别伫200架册17档的家己女中办展览，介绍伊的册，要互大家来认捌这个台湾女性文学当中真有代表性作家。他一生的写作风格就是为弱势人士团体、为基层的、为女性。紹介家己母親的人生甲作品，已經過身去的女性作家陳飛，透過中正大學台文創研所甲家己女中的合作，為11月30開始到12月22舉辦伊的文學展覽。文學所的責任就是愛去找那個還未現身的作家，互因現身提供咱的地方文化工作者會當用來做所有的轉譯啊。台文創研所講，陳飛的女性意識透過笑開的方式來寫出來，呈現迄當陣無共風格的女性文學，而且閣捌佇家己女中教過17年的冊，所以才會甲家己女中合作，用作品影像的資料舉辦展覽。咱女性是老師，還是家庭主婦，攏無人為這女性來寫女性的生活，還是講因在社會的奮鬥的過程。所以，我媽媽就開始寫這個方塊文章。過去的作家寫作的嚴謹度是今天呢比較欠缺的，尤其是年輕人應該要去學習的。所以今天做這個展覽的話，能夠讓學生呢進來多看一看，看看單飛老師他怎麼去寫作的。我想這給我們學生帶來很大的幫助。除了展覽以外，單飛查某囝佫提供獎學金，鼓勵學生寫文章。家己女中表示，希望透過展覽，讓單飛老師伊佇女性文學的獨立精神，會當佇這個200架過冊所在繼續傳承落去。記者林慧婷家己報道。有科技公司研發出一種類似宇宙飛船的生物太空艙，會當種一寡呢對抗氣候變遷的食物，而且要和美國航太總署 NASA 合作，希望這款生物太空艙在2027年的時陣，會當提起咧月球頂頭使用。外觀像宇宙飛船，內底所有各種的食物，甚至是農產品，總部位伫巴黎甲洛杉磯的升級公司星際實驗室。伫2018年創立，因所設計的生物太空艙，懸大約5公尺，表面只55平方公尺，特殊的亞能型，對氣流流動有幫助，快速加熱也是冷卻。那這款的設計是為着模擬太空人佇宇宙飛船內底的生活，未來內底作物也可以當種佇外太空。
Biopod is like a super advanced greenhouse that will collect CO2 from the atmosphere, recycle all the water, fully optimize the conditions. Growing vanilla, for instance, here, then this is when the biopod makes a lot of sense. And so it reduces the CO2 impact of making the travel of the ingredients from one country to the other. 比尔瑞斯讲，商务太空舱的灵感来自太空完全密封的生产技术，所以无受外在天气条件甲季节影响。佮以人工智慧的方式管理甲监控，随时补给所种的所需要养分。生这实验室也会甲美国航太总署 NASA 合作，有计2027年登陆月球。So NASA was looking for a solution to grow mushroom, insects, vegetables, some microgreens, and that's what we've been designing. 长期来，安怎让太空人伫外太空也会当有均衡营养的饮食，一直是 NASA 所面临挑战。除了月球 ，NASA 上尾的目标是探索火星，甚至是更较远的所在。所以 NASA 甲生态实验室合作，要共同开发以上少的资源，让太空人伫火星也会当家己饲家己。那生态实验室也会前往即摆气候大会的举办地点杜拜，针对商务太空舱计划争取更较侪投资经费。公司新闻新闻报道。今仔日受到这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北部开始变天，那有落雨，天气也翻冷咯。这气象署也表示讲，12月初至是这阵冷空气上介强的时阵，到时阵北台湾会降到剩13度尔，其他所在气温也会对咧降。12月初时了后呢，这东北季风减弱，温度才会豆豆回升。提醒观众朋友出门就爱穿雨袖。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7度到19度，苗栗到云林对16度到24度，嘉义到屏东对18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7度到25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4度到22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Thank you.